你好，你洗头是夹头毛？你们老板呢？哦，伊出去一个，小等就回来。我问你啊，你们家附近那个李文清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？无啦，我甲伊无熟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看我，不要说方言，不要说谎。如果看到要说哦，他是个坏人，警察现在要逮捕他，抓到他的话，对你们家比较安全，知道吗？只要你通报，政府会发奖金给你们。如果你知道了还不通报，就是知匪不报，罪很重的，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之后看到的话要跟警察讲，我们也会跟你学校通知，让他们给你记大功。知道吗？